李澤鉅愛父王華歲，一開始並唔贊成呢段戀情，因為佢好清楚一入豪門深似海嘅道理，加上兩個家庭地位懸殊太大，唔想個女愛得太卑微。90年代初，澤鉅被派去加拿大處理地產項目，喺一個燒烤聚會入邊識咗黃麗喬。嗰陣時，黃麗喬仲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讀工商管理嘅學生，着衫好保守，同聚會入邊嗰啲濃妝豔抹嘅女仔完全唔一樣。可能因為同李澤鉅拍拖，1991年大學畢業嘅黃麗喬選擇返香港工作，入咗萬國普通銀行做嘢。第二年，萬國普通銀行香港總部大廈落成。黃麗喬嘅上司叫當時做助理經理嘅佢，試下聯絡一啲香港名流出席落成典禮。我就帶住李澤鉅、李澤楷專登去撐場，為未來呢位新抱站台。呢件事令萬國普通銀行嘅上司對黃麗喬刮目相看，亦都好好奇佢有咩背景。始終嗰陣時，黃麗喬同李澤鉅嘅關係仲未公開，結婚之後佢就辭咗銀行嘅工，專心相夫教子。96年、2000年、04年接連生咗3個孫女。不過講真，嗰幾年黃麗喬都幾有壓力，始終李家係大家族，外界總係盯實佢，睇佢可唔可以生個仔傳宗接代。我知佢心入邊唔好受，本來唔信風水嘅，佢後尾都同意等我請大師幫佢改名。2005年底，佢從黃富順改成黃麗喬，估唔到第二年真係生咗李長希，唔知係巧合定係黃麗喬本身有呢份福氣。